钱还给他。没拿他钱，没拿。哎，放了他吧，他没拿我钱。滚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没看过自己家人吵架呀？回家看电视去，凑什么份子啊？走。讨厌。凑什么？哎，小伙子，要不要进来坐会儿？哎，蒋大哥，你干嘛要上别人的网站啊？你要知道，那是黑客才能上的网站。你是不是想知道一些秘密啊？或者你肯定自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文文，哎，文叔好，不干嘛？聊天呢。雅姐，蒋大哥，来厨房吗？你不会是黑社会的吧？我看也不像。蒋大哥，香港好玩吗？电脑的网速快不快？贵吗？我妈每次给我零花钱都特少，我都不够花，每次我都把它悄悄地攒起来。老板娘，我开间房。啊，按小时算还是按天算？随便。一天60块啊，1小时10块钱，你登记一下啊。你需要水的时候说一下，我让我们有人给你送过去。金不昧吧啊！李哥，干嘛去啊？这么认真？干嘛去了？干嘛？先坐。谁坐？干嘛去了？对啊。你看我干嘛？哇，这么多钱！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这你就别问了，小妖精，这钱都是你的了。我要和他们见面。大姐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就刚才就那2个人，他们不是掉，我给你那个给你钱，什么钱啊？就那100块钱。什么100块钱啊？你说放口袋里那个。
我没有放口袋的100块钱。你别问我是想跟你换，他们不是走了吗？我想换个新钱。我本来也是要还给他们的。对，他们俩走太快了，我追都追不上。我知道啊。2个月之内别回来。谢谢兵哥。刘正刚，1966年出生，现年36岁，自民党士人，身高1.71米，这人可有案底啊！1998年因抢劫罪判刑3年，此人生性凶猛，去年刚刑满释放，大家参加行动的同志都得小心点。南岗区下关村，小川你带第1组，是。杨亮你带第2组，哎，行动，走。哦，小磊啊，这么重要的行动你怎么不参加呀？我现在是训练时间。哎，你记住了啊，刘振刚就是我们的突破口。现在市里正在研究对策，等他们决定下来之前，你要是能抓住线索，截住假币，那就一切都结束了。道理谁都会讲，可是有那么容易吗？